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斯里兰卡高僧向达赖喇嘛尊者敬献佛陀舍利；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台湾总统慰问地震灾民；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堆巴和普兰藏人民众举办的长寿法会；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7次会议圆满闭幕。蒙藏关系会议圆满闭幕，双方承诺未来将加强合作。副议长会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董事会成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佛陀释迦牟尼迦毗罗卫国舍利子的守护者，斯里兰卡皇家苏布提马哈维哈拉寺的长老斯瓦卡杜韦马辛达瓦姆萨纳亚卡泰罗，于本周四4月4号上午，在印北达兰萨拉向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敬献佛陀舍利。佛陀舍利在抵达达兰萨拉近郊的冈格拉机场时，受到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的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发次人和达兰萨拉各大寺院及非政府团体代表的迎接。在前往达赖喇嘛尊者勤宫的沿途，数千名僧俗藏人手持哈达、藏香和鲜花，列队恭迎舍利。在抵达达赖喇嘛尊者勤宫时，尊者在大门口亲自迎候礼拜佛陀舍利。随后，佛陀舍利和来访的斯里兰卡佛教界代表团被迎请至尊者的勤宫。达赖喇嘛尊者在接收和礼拜佛陀舍利后，与来访的斯里兰卡佛教界代表团和斯里兰卡藏传佛教兄弟会的成员进行了座谈。第7世林仁波切、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发次人和其他嘉宾出席了会议。此外，台湾东部海域于本周三4月3号上午发生瑞士规模7.2级的大地震，震央所在地为花莲县。根据台湾内政部统计，截至当天下午，地震已造成9人死亡、821人受伤、127人受困，其中花莲县成为灾情最严重的地区，而全台大部分地区震度平均达4级以上。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在闻悉灾情后，于当天下午致函台湾总统蔡英文，对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财产和基础设施严重受损表达了哀悼和慰问。尊者在慰问函中写道：“我为那些在这场自然灾害中丧生和受伤的人祈祷，并向总统阁下和所有受这场灾难影响的人们表示慰问。”尊者还赞扬了台湾政府及其相关机构迅速做出反应，全力抢救伤患者，并向需要的民众提供救济的举动。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发次人也代表全世界的藏人致函台湾总统蔡英文，对地震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表达了诚挚的慰问和祈祷。司政在慰问信中向地震中失去亲友、受伤和遭受损失的台湾人民表达慰问和祈祷，并且对提供紧急支持的团体和个人，以及参与现场救援工作的人们表达敬佩。另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4月3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由堆巴和普兰藏人民众为尊者举办的长寿祈愿法会。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第7世林仁波切担任主持法会的金刚上师，向尊者供奉曼扎三宝及诵读长寿祈愿文。随后，堆巴和普兰藏人民众依次向尊者敬献贡品。达赖喇嘛尊者在当天的法会上发表讲话时，再次重申他将活到100岁以上。此外，尊者还鼓励人们运用更敏锐的道德意识，为人类的福祉服务，并通过了解人类思想和情感的运作，培养内心的平静。另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7次会议于上周五3月29号上午圆满闭幕。
与会议员们在为期12天的议程里审批了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2024年至2025年的财政预算，以及审议了流亡藏人宪章修正案，并通过声援西藏境内藏人和悼念已故援藏人士等多项议案。议长康波苏南丹培在闭幕式上致辞时，感谢司政各部门部长和议员们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他还通报本次会议通过的声援和悼念决议、议员私人议案、立法修正案和藏人行政中央的财政状况报告，以及本届会议通过的其他正式决议。议长康波苏南丹培还敦促中国政府尽快改善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恶劣的人权状况，为重启藏中和谈创造环境。随后宣布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7次会议正式闭幕。与此同时，为期2天的蒙藏关系会议于本周一4月1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与文献资料馆会议厅开幕。与会蒙藏学者在会议上就20世纪以来蒙藏关系的前景与挑战，以及未来之路为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会议由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和蒙古乌兰巴托的迪卢克胡图图基金会，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蒙古和独联体国家办事处联合筹办，包括2名蒙古前大使在内的多位西藏和蒙古学者及政要出席了会议。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蒙古和独联体国家办事处代表戴洛仁波切在发言时，重点介绍了他作为出生于卡尔梅克的藏传佛教领袖，担任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代表的角色，并且在肯定西藏和蒙古之间历史关系的同时，戴洛仁波切还呼吁与会者重振这一关系。在为期2天的会议中，与会人士们围绕1990年至1913年的蒙藏关系，从清朝的控制到独立，1911年第8世哲布尊丹巴宣布蒙古独立，第13世达赖喇嘛试图获得对西藏独立政治地位的承认，1913年水牛年公告的意义，以及达赖喇嘛尊者于1970年和2016年访问蒙古的意义等为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第2天的闭幕仪式上，代表戴洛仁波切强调了通过此次会议和未来几年里举办类似的会议，重振2个族群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呼吁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组建研究团队，彻底研究西藏与其最长久的盟友蒙古之间的关系。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才仁在闭幕式上致辞时指出，随着这一历史性会议的结束，西藏与蒙古之间连接的新阶段已经开始。在2个族群之间的历史悠久的关系重新建立之后，需要进一步保护和促进共同遗产藏传佛教，造福于所有有情众生。出席闭幕仪式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会议上致辞时，建议蒙藏学者组建一个研究团队，编写概括双方视角的西藏与蒙古关系的综合史册，以供未来的相关学者参考。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董事会成员史蒂夫·施罗德及其家人，在该组织主席丹丘嘉措的陪同下，于4月2号上午访问藏人行政中央总部，并会见司政边巴次仁和副议长卓玛次仁。上述来访人士在会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后，参访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受到副议长卓玛次仁的接待。副议长在与上述来访人士举行的会议上，介绍了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主演变、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运作情况，以及达赖喇嘛尊者前瞻性愿景和他对藏人民主制度的崇高愿望。与此同时，副议长感谢美国政府和人民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特别是美国国会通过了众多涉藏法案。随后带领来访人士参观了议会会议厅。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